寿山是高雄上早开发的所在，到岛保存真济人文遗址，包括已经100年的先进古墓。最近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，佮有高雄市旧城文化协会都合作，伫寿山调查研究古墓墓牌的历史，拢总有156块墓牌，其中上早已经有303年的历史。 老师摕着工具，哪解水哪凹图，因就是安尼从大地图内底木牌挖出来。查选有真侪100年古墓，其中上早木牌是伫清朝，到今已经有303年。因为寿山是高雄上早有自民族落的所在，包括平埔族甲汉人移民来台，所以这嘛是高雄市目前知影清代上早古墓。老师认为古墓是见证移民历史，才有研究的价值。1720年哈。 啊，还有一个1722年，这两个是迄个上早的吼，就清朝抗议的节目。迄个寿山早期吼，迄个咱有一个叫做迄个岳林古道吼，这大概就是清朝最早的时阵，咱平埔族的人伫行的这条迄个山吼。 即摆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甲高雄市旧城文化协会合作将近1年时间，拢总查到156门的木牌，不管是平埔族、荷兰、清朝，也是日本时代的木牌拢有。其中战后时期的上济有107个，因为时代变迁，木牌形式拢无同。你若讲较早的是平埔啦吼，平埔族的时代，啊到荷兰到咱的即个清朝。 啊，以及到日本时代吼，每一个即个时代的即个古墓的形式吼，诶，即个墓葬的这个形式吼，拢无啥共。这嘛是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头一摆公开古墓普查资料。其实传统墓葬已经渐渐消失，透过调查甲考古的资料，会当将历史遗迹来保存。过去家人的墓仔埔，即马拢是珍贵历史文化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